可以遠四270米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長城電子嘅阿張，今次要介紹嘅係海水之嘅新品 P2 電筒。首先 P2 嘅外觀咧以黑色為主調，偏向於簡約嘅戰術風格。另外呢個表面咧係有螺旋紋設計嘅，用料摸落去就非常之紮實。獨特嘅螺旋紋路設計咧，增加握持嘅一個摩擦力，同埋咧獨特嘅觸感體驗。尾部嘅撳掣部分咧，表面係有呢啲磨砂嘅鳳凰設計，撳落去嘅時候咧，反饋係好清晰嘅，可以明確嘅感受到咧操作嘅力度。前面係採用入口嘅朗明立珠 SFT 25遠射燈珠。有深懂調節嘅，暗、中、強光，可以遠射270米嘅。光咧就可以去到1000流明嘅。喺夜晚黑嘅時候，1000流明其實已經非常之夠用啦。呢個燈光咧係唔會偏黃或者偏藍嘅。打開尾櫃，還可以見到佢送咗一粒1800 mAh 嘅大容量鋰電池。用晒之後，還可以用呢邊 Type C 口充電嘅。還有。佢還兼容兩粒 2A 電，即使你係半夜充唔到電嘅時候，你都可以用兩粒 2A 電代替，非常之實用。今次海水之嘅 P2 新品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到長城電子門市了解更多。最後歡迎大家關注我哋啲 Facebook 同埋 IG， 還有 YouTube， 大家一齊研究啲新嘢。多謝。